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3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3篇，内容记下卷第4章18节到37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年的新生命。咱咧讲新生命，也是顶头生，也是咧讲死搁活。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安尼甲咱讲，无论是甚物人若是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拢已经过去，新的就已经来临。旧的已经过去，才有新的。伫基督年的新生命，就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人，伫基督的恩典内底所得到的生命，也是亲像这个耶稣基督甲尼哥底母所讲的顶头生。伫昨咱有讲到保罗伫讲道的时阵，摔落去迄个少年人。伊就经历着死搁活的过程。当然，咱咧所讲的是迄个肉体上的经历，但是咱所要强调伫基督信仰内底，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改变。就算是安尼，肉体的顶头生的经验，确实会当互人的灵性来得救。这就是基督信仰的精神啦，吼。所以咱也会当对这个福音书的记载中间来看见耶稣基督迄个医治的神迹，伊嘛拢透过人的肉体医治的神迹，重要是要互人这个灵性得到新的生命。咱看到迄个10个生太高病的病人，因全部伫肉体顶悬拢得到医治，但是伫这中间只有一个人倒转来伫耶稣的面头前来献上感谢。耶稣基督伊就对这个人讲：“起来，行吧，你的信救着你。”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7章19节，就是讲10个得到肉体医治的太高病人的中间，只有一个来献上感谢的人，伊会通得到基督年的新生命。伊丽莎照着上帝的旨意，应允赏赐予思念的妇人人一个囡仔。已经年岁大，掠做先知咧，甲伊滚算笑。但是咱看见囡仔出世，渐渐来长大，搁细汉的时阵，有一天伫田里，忽然间咧喊休，伊头壳痛，就失去迄个生命现象。这个时阵，思念的妇人人就非常的失望，心之受气。就去找先知伊丽莎。虽然先知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因为思念的妇人人忽然间的找家己，伊的心内就知出代志啊。虽然妇人人回答讲，甲这个基下西讲一切拢真好，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圣经的记载甲咱讲，上帝的仆人伊丽莎伫真远的所在就看到迄个妇人人来啊，伊就对仆人基哈西讲：“你看，思念的妇人人来啊，赶紧迎接伊，问看伊一切拢好无？伊的丈夫甲囡仔拢好无？”但是当伊上山了，接近着上帝的仆人伊丽莎的面前，就抱掉伊的脚，
基哈西拄要家己负责人救走，但是伊丽莎就讲凊彩伊吧，伊心内真痛苦。但是上帝并无甲我讲发生什么代志。思念的负责人就安尼来甲先知伊丽莎讲：先生啊，我有向你求过囝吗？我毋是甲你讲过，莫点倒我的希望吗？后来圣经就记载圣经历史中间第一个的CPR。记载讲，伊丽莎就上床趴伫囡仔身躯顶，喙对喙，目睭对目睭，手对手，因为趴伫囡仔的身上，囡仔的身躯就开始烧落起来。伊丽莎就徛起来伫房间内底来回行来行去，又搁上床趴伫囡仔的身上。囡仔就拍7个骹掌，目睭就天开。伊丽莎就叫基哈西讲去叫思念的负责人来。负责人来，伊丽莎就对伊讲：甲你的囝抱起来。负责人跪伫伊丽莎的骹前，面趴伫涂骹，然后抱伊的囝离开。这个囡仔对死搁活，负责人的信心也被更新啊！对伊来讲，伊真正是发现伊丽莎的上帝，不但是迄位伫无可能的中间想事，互伊有囝的上帝。上帝也是伫人伫危难的时会及时帮赞。会通互人对死搁活的上帝，就对基督信仰的灵性角度来看，亲像保罗教导咱的：进前恁因为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恁伫灵性上是死的。伫迄时，恁对这个世界的社风恶俗。顺服天界的掌权者，就是管辖着遐个违抗上帝命令的邪灵。其实咱每一个人进前拢甲因共款，放纵本性的欲望，对着肉体甲意念的私欲。因为安尼，阮甲别人无有差别，拢注定要受上帝的处罚。因为保罗也甲阮讲，罪的代价就是死。虽然安尼，就好像亲像伊丽莎看到思念的负责人，伊就起了怜悯的心来帮助伊，互伊的囝会通伫上帝的医治来得到搁活的活命。上帝嘛赏赐伊的怜悯恩典，互活伫罪中的人。互人会通得到上帝更较丰盛的恩典。保罗安尼讲，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伊对咱会听真大无穷。咱的灵性伫违背的命令的罪中来死的时阵，伊就互咱甲基督同搁活起来。是伊的恩典救恁，上帝已经互咱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甲基督同搁活，一同伫天顶掌权。伊安尼做是要世世代代来表明伊极大的恩典，就是伊对基督耶稣咱所显示出来的慈爱。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来得救的。这毋是出自恁家己的行为，乃是上帝的恩赐。既然无靠行为，恁就无有啥物好夸口的。上帝是阮的创造者，伊借着基督耶稣改造阮，
要阮行好，这是伊早就已经计划爱要阮去做诶。因为咱是靠着信心来得到救来救活，也因为耶稣基督诶救恩来得到诶。因为安尼，这个性命无搁再属于阮家己诶，是属于耶稣基督里诶新性命。诗篇143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诶祈祷，按耳孔听我诶恳求，照你诶信息，照你诶公义应答我。求你毋通审问你诶仆人，因为伫你诶面前，我地诶人无一个是义人。对着分别我，将我彻底拍倒伫涂骹，互我踮伫黑暗诶所在，亲像死真久诶人，直到我诶心神失志，惶惶要昏去。我诶心惊甲戆去，我会记得古早诶日，少念你一切诶作为，静静想你诶手所做诶。我向你来举手，我诶心渴望你，亲像抗旱诶地咧等候雨水。上主啊，求你赶紧应答我，我诶心神等候你要昏去。毋通面越走毋插我，才免我亲像死去诶人。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诶声，因为我倚靠你。求你互我知影应该行诶路，因为我诶心仰望你。上主啊，求你解救我，脱离我诶对敌，互我通行去美伫你遐。你是我诶上帝。求你教示我遵行你诶旨意，愿你良善诶神引带我行边塔诶路。上主啊，求你因为你诶名，互我搁活起来，照你诶公义引带我脱离患难。求你照你诶慈爱消灭我诶对敌，消灭所有苦楚我诶人，因为我是你诶仆人。感谢上帝赏赐互阮救恩，互阮会通领受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互阮会通脱离罪的捆绑，来得到基督里的新生命。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